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《记得 Saragawan》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5星优质儿少节目。制作单位深入原乡，深度记录部落的记忆文化，召唤原民青年一同完成盛大的仪式。这次很高兴，非常可以就是得到5颗星的这个奖项，然后非常谢谢就是制作团队以及就所有就是参与这个节目的，不管是幕前幕后，还有以及就是所有的部落的族人，都能谢谢他们能够就是参与这次的节目的录制。那当然就是很开心，就是评审也看见了，就是我们很辛苦制作出来的节目。这节目就的确是要花很大的心力，就是去到部落，然后就是深刻的纪实，部落所发生的事情，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。对，然后真的很非常谢谢。优质5星儿少节目内容忠实呈现原民的生活样貌。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，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。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，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5星奖活动，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刘立凯也是我们这一届。